大家拢知影讲，这野球是咱台湾一项真热门的运动。台南市文化局趁举办台语季的活动，参在地统一赛棒球队来合作，找名册用台语来报送，佮有台语的金曲歌王来唱歌，要互乡亲来感受台语球场迷人的所在。 咱来介绍一个哦，头一个咧就是第一番时代活动14号柯志廷。本日拢演戏兼主持的名册，这回来到野球场用全台语来念球员的名。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甲台语开放较早公景，因头摆参在地野球队统一赛合作，那伫球场用台语报送，佮兼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连续唱3首台语歌，互人听甲耳啊啪啪啪。这民众专工来感受无同的球赛体验。咱运动内底有足侪足水的台语留伫咱棒球内底，像讲足侪外台语，我嘛感觉讲，若会使用台语来去推广运动，还是用运动来推广台语，这互相会使配合的代志，我感觉真赞。其实淡薄紧张啦，因为全部要讲台语嘛，是想讲你个名有淡薄仔歹念啊，毋过我有练习咯。文化局指出，较早伫野球场听到台语是真世常的代志。过去因为咱捌互日本统治过，致使野球内面有袂少外来语，不过后来有一寡思虑就豆豆啊失去。即阵大家搁拼死甲捡倒转来。金曲歌王谢明佑指出，咱即摆讲的是台语，参闽南语已经无相像啊。阮伫咧南部咧拍野球，到即马为止拢是台语，无足歹念。台语和闽南语无共款，就是讲福建话的、泉州话、漳州话来到台湾，其实因为足侪外来语揽入去，台湾的讲法已经和迄当阵的福建话无相共款啦，所以阮毋知讲即马，你讲咱讲的是台语。 已经唔是闽南语啊！伫咱的真济日常的生活内面，你来棒球场、来野球场，你买当是一个让听到台语的环境。讲台语当时行，今年台南台语会活动，甲运动结合保语，互大家通伫生活中学习。统一赛指出，近来因嘛有摕台语歌来改编做因的应援歌，因希望未来这会当成做赛队其中一个应援文化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